Hello，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下點解咁多香港嘅街坊啊，翻到大陸買樓啊，都輸得一塌糊塗。究竟輸咗喺邊度啊？你哋有冇諗過？我相信一定會有嘅。係咪因為兩地個信息差問題呢？同埋消費觀嘅問題呢？我諗多多少少都有啩。如果最近考慮翻大陸買樓嘅朋友仔啊，一定要睇晒呢條片啊！想自己資金得到保障嘅小行灣路呢，我今日就分享一套大陸人買房嘅邏輯分享俾你哋，希望對你哋有所幫助，同埋分享一啲畫餅嘅案例分享俾大家睇下。我哋首先要知道大陸人嘅買房邏輯係點，唔好抱住香港人嘅消費心理去買嘢，同埋去睇嘢，一唔係你連輸到連渣都冇得剩，呢個一定要切記下。我同大家講下，目前國內嘅房地產係處於一個過剩嘅狀態，並唔係所有個樓盤都有物有所值，一定唔好貪平。越平嘅話呢，就套路就越多。我上面準備咗幾組圖片，就分享俾大家睇睇。幾千蚊一平方，又話送家電啦，又話送好多裝修各種之類呢啲嘅。呢啲盤啊，點解有咁多活動優惠？因為我哋內地人唔好買咯，佢只要俾晒各種嘅優惠，吸引到你哋香港人過嚟買。你要諗一諗，一唔係佢點會加上繁體廣告先得㗎？因為呢啲盤直情空唔喐大陸人過嚟買啊！咩優惠啊，咩政策，全部都俾晒㗎啦。但係我哋依然唔買單。你諗諗，大陸人都唔買嘅樓盤，佢點會賣俾你香港人呢？呢個你哋應該值得思考嘅問題嚟嘅。所以我哋好多同行啲朋友啊，即係我哋經紀人，在高佣金嘅回報下呢，通過各種各樣嘅方式，將個目標擺咗你哋香港人嘅身上，因為兩地有信息差喺度，你哋長期又唔喺呢度住，所以你哋對呢邊完全唔了解。你哋所得到嘅資訊，一係呢嚟於網絡，一係呢嚟於中介，呢啲咪就係信息差咯。所以各位香港嘅街坊一定要搞清楚大陸人買樓個邏輯先得。咁大陸人買樓個邏輯係點呢？首先，我哋一定要明白、了解都好。大陸人買樓係咩原因先？無非咪以下幾種咯。一個係剛需，但係你唔好睇剛需喎，剛需都分好多組嘅喎。其實剛需嘅話呢，第一結婚啦，第二啊細路仔啊要買樓啊，甚至到讀書啊。咁啊第三嘅就退休買嚟養老咯。對於呢種類型嘅剛需嚟講嘅話呢，佢無非係重視幾樣嘅啫。咁第一係通行咯，第二咪學區咯。一個好嘅學區可以令到無數個朋友仔為此而買單，無論一手又好，二手都好，佢哋都會睇。第三個交通配套，交通網絡唔發達，或者有冇巴士或者地鐵貫穿成個城區。咁啊到第四個就係醫療配套。如果買樓都圍繞呢幾樣，只不過分先後順序嘅啫。可能因為每一個買家個諗法都係唔同，會有所變化。我又譬如話買嚟結婚㗎啦，佢哋一定會考慮到兩個問題，一個就係夫妻之間個返工遠就唔遠。比如話佢哋買嚟細路仔日後或者讀書，佢哋就會考慮學區房。如果佢哋買嚟養老嘅話呢，可能優先考慮到周邊有冇大型嘅醫院。大家諗諗，我哋以前睇個廣告係咪基本上都圍繞呢幾樣去宣傳嘅？有學校係咪叫學區先？有商業係咪叫做商業先？呢啲咪叫咩啊？周邊個配套熟唔熟咯？咁有交通方面係咪叫地鐵上蓋、
地鐵就一通啊黃金萬兩啦。甚至有一句話叫做咩呢？有萬達嘅地方就一定係城中心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學識去分辨呢一型類型嘅廣告，甚至嚟講，各位少睇繁體中文嘅廣告，因為呢啲盤都係為咗對準你哋港人之意。我打個心中通道嘅概念俾大家分享下，甚至就參考下啦。心中通道未開通前嘅話呢，各大樓盤都大力宣傳。心中通道咧作為深圳嘅後花園，同前海爭幾錢啊？前海賣到10零萬一平方，咁呢邊嘅話呢係前海嘅話1/3啦。咁啊當時用呢隻概念去炒作，就話未來喺呢邊規劃咗商業啊、工業啊。咁啊工業大部分都係深圳咧某高科技啊，譬如話華為啊等等啲高科技嘅公司嚟呢邊啊分廠啊或者設立分公司。咁啊居住環境嘅我就唔講啦，但係諗唔到呢個心中通道作一個構建美好嘅藍圖俾大家，諗唔到呢個餅啊畫得真係夠大，邊個都諗唔到啊！心中通道一開，啊哈！呢個價格跌到隻咩呢？跌到流晒眼淚啦，係咪？點解呢？因為呢，我哋啱啱好遇到。大家都知道啦，疫情啊，同埋依家目前嘅經濟下行，加上內地嘅年輕人唔易生仔啊，細路仔都唔易生啊，周邊嘅人口跟唔上啊，配套跟唔上啊，規劃嘅藍圖好美好啊，比如話中山嘅馬鞍島，大家知唔知雅居樂啊？雅居樂啊，同澳門個新濠國際規劃咗咩呢？一個大型嘅旅居項目，哦，到咗依家冇晒下文啦。當時發佈會乜都搞晒隆隆重重喺度。另外一個就係我哋所指嘅通行費，嚟回呢就雙程你達到130幾蚊嘅通行費。你諗諗，如果每個月揸車翻心中通道，一次呢就66蚊，咁啊66乘以2再乘以30日，就咪3960蚊度，就大約4000蚊度。哇！呢個費用我點解唔喺深圳買啊？喂，我接落30年啊，幾廿年嚟講，呢筆費用好大嘅喎。咁啊，你有你嘅諗法，政府有政府嘅諗法嘅啫。咁啊，政府嘅諗法為咗我哋中山同埋深中兩個城市啊，深圳兩個城市更好嘅接軌，佢搞咗28蚊嘅深中同城巴士喎。咁啊，有咗又方便咗啲嘅多種出行工具嘅選擇嘅啫。我哋睇到廣告，甚至中山嘅馬鞍島。發展商啊，為咗賣出佢嘅樓，仲搞咗咩呢？5蚊雞啊，喺中山馬鞍島搭車到深圳地鐵啊，各種各樣嘅優惠措施啲出晒嚟。政府嘅我哋可以信啫，但係發展商我哋信唔信得過啊？大家諗諗，如果發展商啲樓盤賣晒啦，即咁樣嘅專線就有冇呢？可以維持得到幾耐呢？呢個問題呢，值得我哋深思熟慮啦，係咪啊？講返講啦，我哋睇到咁多個繁體中文廣告，都寫住有榮利巴士嘅社區停靠站，我就喺度諗啦。中山有成100幾個樓盤都喺度賣緊，大部分個樓盤都做緊繁體中文廣告，寫有停靠站，頂你！有邊有咁高嘅停靠站啊？如果一日賣晒嘅話呢，發展商俾唔俾錢？咁榮利會唔會停呢？呢個問題又值得我哋係諗嘅，係咪啊？咁我企喺榮利嘅立場係最簡單嘅，冇錢俾我點解要扣停啊？喂，我過去唔使油費啊，係咪咁講啊？所以作為我個人建議，都相信以官方為主嘅。所以啊，對於從事咗19年嘅經紀人啊，阿肥佬啊，企喺我角度。我建議大家買樓一定要買配套，而唔係規劃。如果人口同埋經濟一直都處於個下行狀態，有幾個規劃可以實現得到啊？你諗一諗，人哋嚟呢度開鋪建設各方面，只有一個目的嘅啫，咪為咗揾錢咯。咁啊，周邊連鬼影都冇隻，揾咩啊？同鬼傾啊？
呢個係個最簡單嘅。嗱，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到後期我每日都分享更多嗰啲買樓知識分享俾大家。如果各位街坊喺中山買樓一樣，切記啊，一定要多學多聽，唔好信咩博主甚至係肥佬俾啲建議你哋可以參考下。你記住一樣嘢，佢教你哋點去避坑，佢就有機會帶你點去踩坑。我哋廣東人有一句話就叫做咩呢？老鄉就背後一青啊！得到你哋嘅信任咗之後，我話你會唔會背後開青我唔知，但係亦都有善良嘅人，亦都有虛偽嘅人，大家自己慢慢評價。我係肥佬，喺中山從事19年房地產經紀嘅人，我相信我嘅專業可以幫到大家。大家記得要追蹤我，甚至訂閱我啊！下期見啦〜